佢因有遠見而加入聖和社團旗下嘅堂口。喺一次同其他社團嘅衝突中，佢憑借自己嘅聰明才智，以少勝多，為堂口贏得勝利，被選為堂口大佬。堂口喺佢嘅帶領下，短短嘅3年間，實力壯大咗10倍唔止。後嚟亦因為佢，堂口自立門戶，成為香港最具實力嘅社團。佢係和安樂社團嘅溫貴，江湖人稱佢為白面書生。和安樂社團成立至今已經100幾年，喺呢100幾年間，香港出現過上百個大小社團，至今尚存嘅寥寥無幾。喺當時，和安樂亦只係個小社團，正係因為溫貴呢個人，佢先可以成為眾多社團中嘅翹楚，並保存至今。要講溫貴呢個人，就要先講講和安樂呢個社團係點樣建立起嚟嘅。喺1906年，安樂汽水廠成立，廠入面嘅工人自發組建咗一個組織，呢個組織隸屬聖和社團，成咗聖和社團旗下嘅一個小堂口。由於成員都出身安樂汽水廠，因此呢個堂口名為安樂堂，而安樂堂嘅成員都係汽水廠嘅工人，因此江湖人又戲稱呢個堂口為水房。喺1909年嘅端午節，洪門大佬黑骨人由廣東前往香港，舉行咗場洪門大會。黑骨人出身天寶山碧血堂，師職五哥，喺洪門入面嘅地位頗高，因此好有話語權。黑骨人到咗香港，發現呢度江湖社團好多，雖然都自稱洪門中人，但都各自為政，打打殺殺係常有嘅事。為咗令各社團和平相處，黑骨人喺洪門大會上提出以和為貴嘅概念，並建議各大屬於洪門嘅社團喺社團名稱前面加個和字。喺嗰次大會後，好多香港社團嘅名前面都有一個和字。後嚟安樂堂從和聖和社團中分離出嚟，自立門戶，就叫做和安樂啦。安樂堂嘅創立者如大眼勝、周日光等人，雖然喺江湖上好有名，但都係冇太大嘅野心之輩，因此安樂堂一開始亦只係一個喺某個小地方嘅小堂口。1921年，溫貴加入咗安樂堂，佢嘅加入令安樂堂喺短短嘅3年入面，從一開始嘅名不見經傳，一躍成為香港首屈一指嘅江湖社團。溫貴呢個人武功麻麻地，文化水平亦唔高，但係就有住一股野心勃勃嘅勁頭。溫貴好早以前就開始考慮加入邊個社團，只係一直冇揾到合適嘅，因為佢擔心自己嘅能力無法施展，因此一直冇出山。喺職場上，一般情況下，啱出道嘅人都會選擇大公司，因為大公司嘅名氣更大，感覺更有保障。但事實上，喺大企業入面，想要向上爬，除咗自身能力要足夠好，仲要私底下嘅關係夠硬，真要上位亦冇咁容易。相比較而言，小公司入面嘅員工往往要身兼數職，忙歸忙，但係可以學到唔少真本事，掌握嘅實權亦會多一啲。隨住小公司慢慢發展成大公司，有能力嘅人自然亦跟住水漲船高。溫貴就係覺得自己有啲能耐，於是帶住自己嘅熱情，成為咗安樂堂嘅一員。當然，啱出道嘅溫貴亦只能係從一個基層馬仔做起，畢竟佢冇咩江湖背景。不過好快和安樂就同其他社團爆發咗大戰，溫貴亦喺呢場戰鬥中大展拳腳。嗰陣時，和聖堂同安樂堂素來不和，和聖堂嘅實力確實比安樂堂更勝幾分，經常壓住安樂堂打。安樂堂啲大佬雖無雄心壯志，但亦唔係軟腳蟹，硬住頭皮同和聖堂交手咗好幾次。溫貴加入安樂堂冇耐後，和聖堂再次進攻，不過呢次嘅結局就出人意料。嗰次和聖堂同安樂堂喺油麻地大觀酒樓嘅大門口決戰，和聖堂嘅人數遠勝安樂堂，呢個對於安樂堂嚟講勝率好少，可謂係生死存亡嘅時刻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溫貴為大佬諗出咗一個以少勝多嘅辦法，佢叫大佬將啲手下分散喺幾條巷入面埋伏，明面上同和聖堂交手嘅堂口成員詐詐地俾佢哋打敗，再將對方引入埋伏好嘅巷入面，利用條巷嘅窄小嚟削弱對方人數比較多嘅優勢。老大一聽覺得好有道理，即刻按照溫貴嘅建議嚟安排。開戰當日，安樂堂嘅馬仔同和聖堂嘅人交手冇幾耐，
就詐敗跑入條巷入面，和勝堂乘勝追擊，但就冇諗到喺巷入面遭到埋伏。冇幾耐，安樂堂不僅反敗為勝，仲趁勢將和勝堂趕出咗油麻地。此戰過後，溫貴喺江湖中名聲鵲起。由於生得白淨斯文，江湖人稱佢為白面書生。堂口啲大佬一致通過，將溫貴從四狗仔提升為白紙扇，並且老大蛇王南仲專門同佢開咗香堂，舉行平地一聲雷嘅就職儀式。由於溫貴表現出嘅才智不俗，喺堂口入面聲望越嚟越高，冇幾耐後就成咗堂口老大。呢個不得不提溫貴嘅遠見，盡管只係一個小堂口嘅大佬，但就可以掌握到實權。成為老大後嘅溫貴，佢嘅能力再一次驚艷眾人。堂口想要壯大，就離唔開收入，而當時黑道社團嘅主要經濟來源大多都嚟自黃賭毒以及收保護費。溫貴覺得咁樣嘅收入太慢，短時間內好難改變安樂堂仲只係個小堂口嘅困境。於是溫貴下令做海底，所謂嘅做海底，亦就係建立一份會員名單，會員每個月要繳納6毫子嘅會費，咁樣社團就多咗一份經濟來源。以前嘅6毫子換算成而家嘅物價，大概可以買30斤大米，算起嚟啲馬仔亦係可以承受得住嘅。溫貴亦唔係純粹就揾馬仔攞會費，佢用呢啲會費喺油麻地開咗一間金融公司，再用呢啲會費去放數。由於當時經濟狀況相對穩定，壞賬率比較低，即使壞咗賬，亦有堂口嘅馬仔去討債，因此堂口日進斗金。呢邊賺咗錢，溫貴就大肆招人，再四處插旗，攞低地盤後就再開分店，如此周而復始，安樂堂嘅實力迅速膨脹。喺溫貴在位嘅短短3年入面，安樂堂從最初嘅300幾人變成咗超過3000人嘅大堂口。論人數，溫貴上位嘅前後相差咗整整10倍。香港和字頭社團喺早期可以講都係和合圖社團嘅分支，只係後面有啲分支勢力壯大咗，就脫離和合圖出嚟自立門戶。和勝和社團就係因為實力雄厚，於1930年脫離和合圖，至今呢個社團嘅名稱依舊響亮。喺和勝和脫離和合圖嘅時候，安樂堂仲係依附喺和勝和旗下嘅一個堂口，而嗰時嘅溫貴雖然名義上唔係堂口嘅大佬，但實際上係堂口入面一言九鼎嘅存在，堂口入面都以佢為尊。溫貴睇住和勝和自立門戶，佢嘅野心再次膨脹，佢亦想令堂口自成一個社團，於是就開始暗暗蓄力。1934年，經過溫貴嘅謀劃，安樂堂徹底從和勝和社團入面分離出嚟，號稱和安樂，成為咗社團，自唔能夠好似以前咁運作。不過呢點溫貴早就諗好咗，佢將社團嘅地盤以線嚟劃分，九龍嘅地盤最多，劃分為6條線，港島2條，荃灣同新界各1條，總共10條線，並且每條都會有一個紅棍配合一個白紙線嚟管理，而線下面則會睇情況嚟設立幾個堆，每個堆就由頭目嚟管理。咁樣社團高層下達嘅命令就可以環環相扣，指揮起嚟得心應手，比起其他社團效率高得多。因為溫貴嘅呢一系列動作，使得社團成員嘅數量猛增，甚至其他社團嘅成員都紛紛轉投到和安樂，社團嘅收入不斷增加。溫貴喺社團入面嘅聲威亦係如日中天，甚至喺冇耐後，和安樂嘅規模仲超過咗和合圖同和勝和，稱為香港規模最大嘅社團。有江湖傳言為證，最老福義興，最大和安樂。